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卡到诈领助理费等等的案件，互检调带去调查。高金素梅一直防质疑，甲中国行了伤晚。譬如讲，伊即阵行政院长杜英台时阵失言，伊是讲咱习近平。另外，伊嘛要提简体字的简报来质询。 指控国会改革的法案是我们是习近平指控是我们习近平这个要求韩院长还有傅昆萁要来干的。即阵行政院长杜英台立委高金素梅两摆讲出，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高金素梅回应，互人掠回头斩回背，不过过去包含质询的简报。中华民国的官员，挺起你们的腰杆。我的腰杆是挺直的，为了捍卫台湾。美国。 即阵前行政院长陈建仁为美国推销军火，鼓吹战争，不过简报选用简体字，叫民进党这期摕相应剧本。高金素梅和中国的关系，直直防受到检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高金素梅率领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全体成员。 时间又到来2009年木六桥风灾期间，高金素梅用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前往到中国访问，嘛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柯金德，要提支持关钱给台湾，和各界支持。当时国民党原住民立委孔文杰嘛公开来骂，是为着选举得了邮票。我们没有1毛钱是用在工作上面的。 2000万的人民币呢，是通通要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族人们。即马高金素梅扣搜索引发调查论战。这一次剑指立法院监督政府最有力的高金素梅委员，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罗智强委员急着帮忙出来洗地，急着想要帮忙漂白，甚至急着想要带着舆论的风向说这是政治迫害。但是我想，所有的调查都必须要静待司法调查的结果。高金素梅涉到这种案件相关细节也无清楚，不过和中国的关系搁一摆受到检视。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